高富帥相信係大部分女仔大個咗之後一生人追求嘅目標，而且希望另一半怕老婆會發達。好多女仔都中意咁樣嘅好男人，例如以下呢啲：早上6點半起身，夜晚9點半就準時瞓覺，唔食煙，唔飲酒，唔蒲 club，唔溝女，更加係冇緋聞，生活中冇咩秘密可言噶啦，唔會收埋私己錢，又唔玩 Facebook、IG、抖音、Twitter 等等，仲要完全唔玩 WhatsApp 添，連曖昧短信啊都唔會有一個啊，仲要平時淨係同男仔傾偈，動靜皆宜嗰啲啊。動方面呢，成日都會健身，中意做運動，好似打籃球啊、踢足球同乒乓球切磋，冇一樣嘢唔叻嘅。體魄強健，身形大隻，最緊要係穩重同埋隨和。